说到高雄米农，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？我想这应该可以归功于这一把把犹如艺术品般的美浓纸伞。米农人做头家啦，政府政府做头家，都抢不上去买酒，我夾別人夾別人看到有做雜嘅咩？家裡人個險嚟做險唔多，一條狗燉那個一條狗燉，以後個假條狗嘅拉嘢買多來，買嚟多錢，買嚟台灣搞嚟。这个人搞乱的回事呀。为了赚钱养家，钟师傅一做就做了50多年的纸伞。当初又有谁会想到美浓竟然和纸伞密不可分呢？纸杂爱字跟我们的儿子的子是谐音，所以呢，我们的长辈呢就会用2支纸杂爱送给我们的女儿当嫁妆，代表她说可以到夫家去早生贵子。中国字形呢是由5个人结合在一起，所以呢也是代表多子多孙的意思。因为说它的伞面是圆形的，所以呢它象征着圆满、缘分。满南雾蝶公上雨伞会散去，这对乐天知命的客家人而言是一件大错特错的想法。做伞几10年的老师傅更是顾不了这么多，这一绕一线的好手艺，在以前可都是大吉大利、大富贵的象征啊！我要嘞，有买过8个月呢。一年了。一天呢，买8个月呢。有买2万元呢。2万元了，一天呢，1年哦，买装饰品。你比如看这里，喷掉了。喷掉当个什么？花水啊，你喷掉了，那个10多年呢。10多年。对。也过好穿，过什么做饭呢？老师傅削的伞骨，现在都从大陆进口，没有人在削了。沿着纸面的柿子水，由于时代的进步，也改成了树脂白胶。老师傅他一个人一天可以做2、3把伞，但是现在的学徒只要能学会其中的几个步骤，就已经很难得了。教冇嘢學嘅，冇嘢學嘅噃。你嘅藝咧唔當上半個月前呢，對飯頭擺都該要工錢，見冇工錢。你嘅學越早越細學，熟字呢要學啊你，熟字呢一年2個月。過嚟，你嘅杯子6個月，過嚟油炸嘅4個月，過做插色標邊嘅啦，過你做炸粿啦3萬，呢度4個月，對我一生呢，呢度3年啦，1天那3萬做，普通人2期啦，都比3萬2期啊。我3萬條都2期、3期、4期啊！你為什麼做下先呢？我做美工呢。被当作艺术品珍藏的美浓纸伞，进行到最重要的绘图步骤了。师傅们所有的辛劳和努力，都在这画龙点睛的一个步骤后，被完美的呈现出来，完成了这一把把代表美浓的油纸伞。你说它是一件装饰品呢，或说它是一件纪念品？但对美浓人来说，这伞上所描绘的却是一段真真实实曾经发生过的历史。我们不知道到底接下来纸伞的发展会如何。老师傅笑笑地说，他也不知道。可是问他会不会担心有一天会失传，老师傅说什么也不相信，因为纸伞就是美浓的一部分。